后来，过来是台北市政府推出旅游的补助，无限定台北市民，为12月初1开始到明年的3月初7，台北定节为止，到台北来住眠，每一晚补助1000块。台北市有通算有通食，不过因为疫情影响，观光客是有较少。台北市政府决定要自救。团客从12月1号开始了，那自由行是从12月24号开始，准备2亿的补助费用来支持我们台北市的旅馆业。台北市政府补助10万名散客，甲10万名团客，补助时间团客先开始，为12月初1开始到明年3月初7，台北定节为止，一个人补助1000。若散客是为12月24开始到明年3月初7。平常日若住饭店，一间房间一暝补助1000块，每一个4分钟的2号，敢会使用1摆。台北市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呢，包括这个缤纷玩台北啦，公馆的圣诞季还有这个当然最重要的跨年活动了。台北市政府嘛会将关年时啊大型观光活动甲相关的优惠做结合，让民众来台北时会使算了更较够开。